我读一中啊，别人读3年，我读4年，别人考大学考1摆就考掉，我考2摆才考掉。别人读的是台大，我读的是政大。虽我讲安尼啦，咱一世人拢老二，拢是老二，安尼。但是真奇妙吼，当我伫讲内底讲课的时候，台大爱坐伫下面听我政大的讲课，一中爱坐伫下面听我二中的讲课，有无？所以分数报酬吼，10年下班啦吼。我这种人毋是为了报酬，主要是上帝的恩赐，而咱每一个人心中的恩赐拢做无同。我感觉伫即个时代吼，感恩的心愈来愈无。然后愈来愈济是种万福的心，万福的心所以像即摆的选举人拢咧拼什么仇恨值，仇恨即个人，仇恨迄个人，咱看一款人是做甲流汗，结果去互人惊甲流汗，有另外一款人逐工都无工课都无做着，但是干那遐下遐混乱，总是我讲台湾的社会其实无应该是安尼。咱台湾人是真厚道，咱台湾人咱伫即个所在安全徛起，咱应该有感谢的心。总是伫台湾的社会迄种仇恨的心、万恶的心愈来愈济所以我感觉讲，咱做一个基督徒，伫台湾即个社会，咱应该有的影响，毋是讲甲偌济人传来咧拜年，是甲基督教信仰即款的听、即款的下面总是伊甲我得罪，我就爱谢免伊。何况人认真暗来为咱做工课，咱毋但无感谢，搁伫遐甲怨其实日子真歹过无对，但日子真歹过，永远爱过落去啊，敢是？所以我今仔日一开始我要放第几个图，互咱大家看我看嘛看这个图了后，看这个相片了后，咱的心伊感觉拥有快乐。其实我是真幸福的，其实咱是真好命，咱是得到真侪恩典的。咱讲有一句讲语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虽然是人比人，比死人但是有时伫咱甲人比较的过程中间咱其实还佫有真侪好感谢。来，咱来看人生很艰难但是还是要过下去。你看着即种相片有啥即款的感想？我遮的相片拢是对倒位吹出来，你看拢是对岸万恶的共匪统治下匪区对匪区的人看到这我就想要消灭万恶共匪，解救苦难不过呢，你看这张图你看你看这个涂骹看涂骹甲看边仔壁顶顶。你若相信这已经是有进步的一个都市总是呢，有一个人伫边仔去画迄个恶符，头前放一个鸡仔伫遐要互人等钱后壁迄几个人徛伫，徛伫个人呢，衫裤穿了袂歹，有无？你看伊衫裤穿了袂歹听袂？毋过伫边仔呢。伫边咱莫讲徛关山看马相看，是伫边伊遐去看老者结果有一个老先生对遮过，你看迄个老先生的穿衫，应该伊嘛是一个记者伊是一个记者，行路无啥方便，所以爱有一个拐伊的手嘛共款的摕一个碗我相信迄个碗应该也是伊伫路边共讨，结果伊对遐评论好个人伫边仔条骹咧吹酒啉茶看报纸，反倒更有慈悲怜悯的心的人，是一个啥物拢无。这互咱想起着圣经有一个故事，耶稣看到伊伫圣殿内面有真侪人去奉献，有无？发生啥物代志？真侪人去奉献，耶稣讲奉献上济是啥物人？是一个奉献2角银的寡妇其他的献金、献银、献
因为伊从伊中到要食的，伊从今仔日要食的咱去买便当的钱，拢总付骗落去啊！哦，后来这是互相利用。后来，咱来看这对翁仔某，这对翁仔某，这对翁仔某，共同看吼，感觉伊拢青的，可能嘛无啦吼，只是目睭假假，有当时啊，你翕相的时嘛，目睭假假。伊去食啥物？伊去食馒头吼，毋是包仔，你上细人看，毋是包仔吼。伊坐伫路边，迄个路边，可能是人行道吼。后壁有真侪铁马，真侪铁马。当然头前嘛，佫放一个布袋啊，是毋是伫迄个所在做去食？我毋知。我就先看，我讲来，你看即摆图，请你写一个故事。我讲，请你看即张图，即个相片，你会当想象来写一个故事。你看到后壁的脚踏车，互你想到台中二中嘛，对无？台中二中嘛是几排脚踏车，台湾大学嘛是啊。阮囝台大，伊嘛是放假起来来脚踏车啊，我讲你脚踏车要几百块就好啊，因为人开得落去吼。台湾大学是规堆，总是脚踏车吼。有啥物所在无脚踏车？我甲你讲，屏东有一间叫做屏科大，你有机会去屏科大。然后阮囝考到屏科大呢，要脚踏车互伊专门乱看一世啊。因为屏科大学距离大海爬山，爬2-3公里，对无？脚踏车甲无效，我伊骑摩托摆，你去学校无人要骑脚踏车，拢总是骑摩托摆。若台无人骑摩托摆，拢总去骑脚踏车。所以有可能即个翁仔某甲伊的囡仔车了大汉了后，互伊来读大学，即摆呢走来读囝看到老爸老母来，无爱甲认啦，因为这若认落去了，我就面子就走落地，所以就咧人要找囝找无，钱都无啊，伫边仔去食。有可能伊嘛就是原本就是伫路边去做去食的，嘛有可能伊的囝可能白头毛送乌头毛离开世间，若无就是伊的囝娶着歹媳妇有无？咱台湾人讲娶某干嘛？变啥物人诶？变某诶啊，对无？娶着歹媳妇所以呢，来这个有效的囝变做夭寿的囝，安尼。不管怎样，伊食到应该爱享受颐养天年，含饴弄孙，对无？若不够讲，你食到老，哇！我对我的工作无来，我以前嘛做过啥物长，啥物处长、局长，啥物团长、市长、校长，或党署长，来做了后，功德圆满。无怕是食老，就爱个3口拉上伊个坐路边做去食。会当有真侪故事，不过咱最后看结局就是安尼。过来，咱看到这个中年人，可能敢若30-40岁但是无一技之长咱来看，伊去搭3轮车，讲3轮车跑得快，后面坐着老太太，后面的老太太不老哦，没有，年轻的太太，伊边可能有一个囝如果你看迄个太太骹腿，你就知可能很有重量伊迄很有重量，不只要有胆量所以呢，真正拍拼后壁迄个人后壁坐的人无去压着但是伊呢，伊头前伊就压甲大力为着要互囡仔读册，为着厝内面的人要食饱过来，才有一个17岁迄个伫遐换迄个火炭的工人一届赚100多斤大概是台湾的50-60公斤爱行1000多米，就是1公里行1摆安尼1公里，1公里的人民币1公里。伊要啉一杯珍珠奶茶，请问伊爱派偌人？伊爱行偌远？一杯珍珠奶茶40块，伊可能爱行40公里。
啊，毋是安尼轻轻松松行呢，伊是排这即个50公斤的、50-60公斤的火炭才会啊，咱台湾少年人咧创啥？你看手机啊，你耍游戏来，这位老太太上面团契，你知无？拄则几来拢上面团契来为了生活，这个老太太用已经无的贵人来对山顶来开一寡即落茶，这个无算茶这个就是人去听会时上头一个遐茶油来，伊安尼对安尼拍落来，的是伊会当卖偌济钱甚至连一角都无，可能几仙钱。好，来，当然佫会当写故事啊，伊的囝，伊的查某囝，伊当无太多互伊的老母，安尼会过日子佫来，这位老先生伊坐伫哪？伊坐伫路边你看伊的正手边佫有一块两块菜，看伊佫有手边有迄个青你就知影这是咱对台湾来讲是40多年前，你买菜时迄种青这可能是20多年前的中国，20年前的中国的一寡所在来，所以因为安尼生活，伊这两个鸡啊，毋知会当拿会当换偌济菜，这偌济菜卖了了，毋知会当赚偌济钱至少伊袂当生出一尾菜，所以伊算看起家己有偌济收入。毋是来着受精人票，30多万的受精人票，150万。你捌食过一顿150万的无？那你食了后，过两工过袂济，你敢无？你敢无？有人讲，但真正我无食一顿150万的，过两工我就业主分掉，我嘛甘。但是我想讲，人太多爱食食好，咱的祖先常来讲，食较歹较袂着人，较早有较味有无？这是咱的祖先好，过来，咱看这个囡仔，这个图我囝这20几年前我去找着的图，我的囡仔即马大学毕业，等于真细汉是我讲，你看，中国的囡仔，因是安怎咧读册因无教室，当然无冷气无桌椅用石头安尼贴起来当然你看伊后壁就是山，就是山，伫山顶尾溜，你对山顶到楼骹，对山顶行到楼骹，行到山骹，对乌海洋行到5年之外，知无？若上课你可能佫毋免上课。佫行落去就到土沟外，敢毋是？就是伊安尼读册，单单佫有老师会去教。伫即种所在，人讲有偌济钱，聘请老师，有可能即个老师就是干那伫山骹读国民学校毕业，伊就起来山顶，国民学校毕业尔，伊就来做老师教遮个囡仔。所以我互我囡仔看，会知影你伫台湾是哪里的佫有人咧看即摆图即摆图真特别讲伊上大，即摆图上大意义是要互咱看见好业甲善中间的差别，甚至毋是两个老母，是两个囡仔。你看倒手边的老母安尼头咧咧你甲即个正手边的即个囡仔处理伊的鞋即个囡仔后壁迄个妈妈穿水水这个小朋友边个手边佫一个可口可乐这个表示讲伊是好业某甲好业囝。若倒手边即个妈妈爱囡爱的一个囡仔，然后伫路边若过去的人为甲饲一个鞋还是甲洗一个鞋所以你想看卖即两个囡仔大汉了后，毋知即个社会发生啥物代志。所以感觉10几年前伫中国常常迄种找无爸爸的囡仔咧，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听我，这句话意思是啥物？这句话意思，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对不？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回去问你妈妈，就知道你爸爸是谁。伊当然不是讲伊唔知老爸是啥人，伊要讲伊老爸是书记啊，伊老爸是县长是市长啦，阮老爸是啥物长？阮老爸我真大啦，你敢对我安尼，对不？所以伊有迄个富二代啦、正二代、党二代、军二代，对不？咱伫台湾真正真少咧讲人这个二代，那这拢是对中国来的。意思是啥？爸爸妈妈奋斗一世人，结果这个囡仔家己唔认真、唔打拼，出去外口吼，伊遐饲养起来，然后人讲阮爸爸是啥物人，你敢知？哦，所以好囝，其实是好囝，敢是罪。所以咱中间西面就有人做着，哦，因为圣经讲好囝人我就是成功，所以我嘛我就西好友他。我有一个足好的朋友，阮妹妹做，哦，伊妹妹做的是手车，伊讲吼，之前我甲你讲哦，你一定爱买哦，哦，阮这吼足俗的呢，伫国外吼，你是伫国外直接进口的中古车吼，这驶无一万公里尔吼，6、7、8、10万落来呢，新车改掉啊，买200多万，即摆敢若8通万都有啊，你足有价值的，我嘛知呢。哎呀，你需要来买啦，我一个业绩啦，我讲真实的，咱是好朋友，但是这个部分我无法度甲你应答。佮甲讲，你教授啦，使这无问题，我是教授，我要买现金互你拢无问题，拢唔免分期付款。但是我讲另外一个新闻叫做牧师，我牧师若使免付的，我可能叫电视一个。若无就是吼，我将来是报地去见上帝，哦，我很难去介绍你，对不？你伫这个世间，你使免住的看老我厝，你日子遮尔好，耶稣基督伫第二章连较头家的所在，最头家的所在都无，你困对耶稣使免住，死的好尔啦。我就惊耶稣吼，甲我安尼啥，甲我安尼指正吼，我讲我做牧师。我若使免如真，报得去见上帝。伊家己人嘛，刚才了好啊。伊讲吼，你逐天拍照呢，有时拢爱去台中岛边教会呢，车载2点外钟呢，当这我家己讲的。伊讲你一天到吼，拍照，你若无使免做吼，你真紧去见上帝。我想讲有道理呢吼，道理嘛，我若讨有大甲免做。通常是好友家去见上帝，免住可能跟他受人我伤人啦吼。不管怎样吼，其实好囝毋是罪，使免住比人老嘛毋是罪，因为当你有才调，你趁较济钱，住较好的厝，这毋是罪。你一个月收入20-30万。然后你买一台200-300万的车，迄毋是罪。但是你若掠安尼做条路，就是罪。你知影我使，你使讨有他，然后我就偏袒人看。条路是罪，好囝毋是罪，条路才是罪。你住真水的豪宅，毋是罪，但是你看。国宅的都是罪，知我意思无？迄是最重要的。你都老师要我讲这是罪，就是你有好嘢，你的心拢放伫钱财顶面，你的心拢放伫啥？拢放伫迄个服侍甲的事业，或者金钱，甚至有好嘢了，看心爱，这才是罪。所以咱看这个图，安尼不然。这对翁仔某真可怜。你若详细看吼，会当看到这个太太的目睭吼边仔有一滴目屎来滴落来。因为讲我只是想要讨回我的工钱安尼有遮尔严重吗？我遮尔认真做工课，头家甲我的钱甲我的钱扣掉的，互我，只是想要甲我的工钱攞转来，结果就叫拍板老鬼老弟。
线变正啦吼。如果伊即世人拢伫山顶，但是可能因的税金一角钱就走袂去吼。再来，咱来看即个人，伊伫这个所在，你知这是2000年2003年2003年，距离现在20年前，中国咧改革开放，所以有一寡所在开始起楼仔厝开始做真水的整修来，即个老人呢，就对正刚来到都市安置袂远对面，即马忝叫住伫边有可能公安就随来，一个人甲赶走。你安尼影响市容你安尼影响市容，你看，哇，咱即条街路遮尔水，你壁遮尔水，还有马赛克，你坐伫遮，安尼有着紧走几年前伫北京就是为着要啥物运动会，就把一寡低端人口拢总迁出去迁出去。咱大家想着圣经有一个故事，圣经有一个故事就是亚利哥城的外面有一个青年的乞丐，叫啥物名？亚利哥城外面有一个乞丐，青年做乞丐，耶稣回来就会当看见。巴基曼是安怎是要去亚利哥城？因为亚利哥城是一个真大繁华的大都市，所以啥物好康的拢伫遐，所以生意人爱去遐。即个做有学问的人嘛去遐，就好亲像古早30外年前因用唱一首歌，大家会记得无？我要来去台北闹拼，听人讲，啥物好康了物件，伊拢笑我是爱做民望的戆囝，咱的前途就爱家己拼，有无？安尼故乡的父母再会啦，故乡的朋友过时啦，然后啥物拢毋惊，向前行，有无？爱去台北打拼，去台北市，去台北县，去地港，去到边港，因为好康的拢物件，当然若要讨钱，你要做乞丐。去迄个所在，总是要安怎选择。过来，即个老太太，摕遮个太空汽车，安尼预备去卖，就等互伊生活。过来，即个囡仔，咱台湾的囡仔较有即种应该真少咱的囡仔拢少，父母拢少年尔。我实在毋知，即摆是生囝，还是要生祖先？到底咱是？伊是生囝生出来，还是把祖先生出来？到底是你的儿子还是你的祖宗？服侍囝儿比服侍父母，哇，已经尽心尽力，你服侍友好咱的囝儿是者，毋是你友好咱的时代我做我的囝看即个图，你看，你敢捌穿过遮尔大帅的衫？伊摇摇头，你的书包呢？你可能伊是。即个囡仔，一看就知影，真久无洗身躯，真久无洗衫规身躯垃圾，然后穿一个即个洗衫，用洗衫粉来做伊的洗头我甲我的囡仔讲，你看你幸福即个是放工逐工爱食饭真济伙伴即个是一个老爸，咱2个查某囝。爱伫都市坐伫迄个所在，可能是做乞丐。总是后壁你若看见人穿皮鞋、穿西米露，好惊人伫后壁行来行去来，过来，即个少年家，规身躯乌嘛，趁遮钱要互老母，甲你用物件食，就是咱台湾足侪哈韩族、哈日族的混蛋货少过来，我看到即摆图我会马上就要认落来即个家庭的工程表演你大家来看咱表演互你看，摕迄个啥，摕烟线，甲家己的阿妈炯把好调，边仔人讲歹数了就5角1箍，5角1箍，安尼互伊为着趁一顿早顿，因就安尼拼死命，安尼去付出好，过来。
足侪设备互读，总是伊无爱读吼。即个囡仔安尼排讲一届排16块，行重40公斤，行140米，得着3分3厘。若160块400公斤，1400米3角3分。1600块，然后4000公斤，14000米，才3块3角。咱若想这讲台湾的生活实在是真好。这是中国，不过即摆中国有个所在较好行，真散所在愈来真散好，乖，不要姑奶奶赚钱去，送你去读书。你若若做即种代志，无发现我昨日暗时伫阮遐，我住伫屏东的山顶我去tìm一个阮厝边学生的厝，甲迄个囡仔骂甲臭头，然后伊阿嬷边我结果迄个家庭，伊的老爸精神有问题，伊的阿姐中风脑开刀，伊的妈妈早就甲爸爸离婚，伊的阿姊早就走，所以老太太80多岁，2个囝50多岁、50岁，一个精神病，一个头脑开刀，倒伫遐袂顶袂当。即个孙顶学期拢无咧来读册，一世过伫外口佚佗。第1年足乖足认真诶，日时读册，暗时打工，日时读册，暗时打工。到顶一学期诶时，规组歹了，拄着歹朋友甲带互歹去，圣经老主袂读。所以我去到因兜，我讲恁阿嬷已经是安尼恁规家庭靠恁阿嬷一个人伫，监督伊袂晓大汉我全甲夹到无力，即个囡仔骂甲臭头，然后最后带伊去倒我讲你看你离开上帝，你规组干了，最后要甲考卷因为阿嬷讲伊嘛无去教会然后伊阿嬷甲讲，老师，你知道吗？幸好我还有耶稣。不然我都不知道我的日子该怎么撑下去。幸好我还有耶稣，我马上就要领。我要甲大家帮衬的，提钱要甲伊帮衬，迄个阿嬷唔收就是唔收呢，唔收就是唔收。我只好来，我一摆拍拼，我缀即个学生找到打工的机会，互你会当读册，做工课。结果伊我落尾宣布一个安尼，我讲好，你联系回来告诉我领导前，下学期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所以我看到即摆图甲我迄天拄着迄个阿嬷，我想，就是即个时代有人7、80岁，幼儿逐工爱食头路，因为厝内面有真个，我讲你个查某囝呢？伊讲伊个查某囝，伊嘛早就嫁伊个查某囝甲伊个囝婿，甲伊个家庭日子嘛是过了真好，因家己会当生活安尼有够命，总是即个头先精神病大汉的，第2个中风开脑，倒入眠床顶，当阮行咧讲话时迄个有当时倒入眠床顶，开始伫遐乌白叫乌白舞伊讲老师他伤到脑筋。上有缘对，所以我有这样的图来互咱看其实目的只是讲，要有知影咱的市场位，当然无一定是台湾，伫其他的所在，艰苦的代志时时有，艰苦的人日拢有。因为我嘛毋记得，其实这个图毋免讲伤济，咱只要目睭看，你就知影。我若看伊，我就知感谢主，我即摆日子算是叫做真好势。因我的生活中间，还佫有真济通好感谢的当然，今仔日咱来坐即个所在，咱应该真感谢，因为咱还袂坐轮椅，还袂坐轮椅若人坐轮椅了后，一世过去无法度自由，拢爱人甲咱杀，你敢要安尼？你敢要安尼？所以我伫社工地做教授我当老
师，你为什么要去射空气？我说我去射空气的目的是要摧毁射空气。我们把射空气摧毁掉即马足侪学生，我下工无学生，你想过来读社工，老师，我将来要投入长照，长照，我是高雄市政府长期的居家服务的评鉴委员，长照。我就想讲，我这世人要努力，我要打拼，我要废除长照。我以前我的目标就是废除长照。老师，你安尼讲，请问这个世界是安怎需要社工？伊有人善强，有人男老某离婚嘛，有人太太叫安拍嘛，有囡仔孤儿嘛，有老人孤单独居老人，有足侪弱势者，所以需要社工。什么时阵会当无需要社工？就是大家人日子拢过了真好，我毋免烦恼无所在通我困，无饭通我食，我毋免烦恼我丧中，我嘛毋免烦恼我孤单。对细人到老，从摇篮到坟墓，拢有人照顾。咱台湾的社会无需要社工，代表是人日子拢真好过。啥要废除长照？咱在座有人足爱坐轮椅的，请举手。足爱中风倒伫眠床顶，互咱来饲饭的，请举手。无我5万有一天，我若身躯出状况，真紧就当离开世间，有无？像阮老爸要爬起来，伫眠床顶要爬起来，徛无好势，全嘣。坐落，转落去，就去一嘴痰起来卡掉的，这是阮老爸。阮丈人呢？阮丈人有老年有失智症，早起去什么日照中心佚佗了后，下晡倒到厝，甲问讲今日早起你是毋是安怎佚佗？伊讲无煞有。所以伊袂去伊有失智症，所以讲伊要去挂操阮兜三分地，所以挂操我就伫伊身躯边，伊就开咧安尼挂，我就甲讲你著挂较水的才会过人命结果伊安怎讲？好，我一定甲挂好势，我一点钟就等挂了。我讲你若挂了，我薪水甲你拍悬咧，你会当请妈妈去食好料的。结果挂10分钟尔。我讲奇怪是安怎？去甲伊个挂扫撇落来，甲药拢袂落去，袂落去。赶紧叫阮太太去遐来坐落了后，头就咧个，不过是毋是真忝？咱转来就困，结果伊甲我引就知影安怎中风啊？下晡2点挂扫，3点半中风，4点送到病院。8点外离世界，有福气无？有我有足亲的5万有一天老人会当健康到最后等于失去意识的时转去安尼好无？你讲知我上喜爱的死法是啥物？你讲知？我讲老师，你真正是上帝集中的萝卜。有一天上帝来甲你讲讲来，老亲的，你足集中咧，我要互你一个奖品，你会当有一个5万，你有啥物5万？我讲我5万，有一天我去讲台练讲课，听我讲够厉害，是因为你来真最会干，才能得到1万哇！就倒落，你听安尼连病拢免去。讲到就去，安尼倒来就去毋免互人操烦咱若真正老人到底私人就当离开世间，都毋免长照，有无？长期照顾长期拢爱人甲你30条呢。你若讲中风头壳
到底为什半年？这半年足痛苦的，伊行动不便，啊，佫无法度控制伊的屎尿，头脑足清楚，知无？伊头脑足清楚，最后要困之前拢甲下回主啊。但是当伊若想要放屎放尿的时，伊自然就甲回主啊放起来，啊，佫想要爬起来，佫爬袂起来，到最后就是放伫伊床顶，啊，入伫涂骹。所以迄段时间，我逐工透早精神，我拢是闻着臭味精神的，啊，然后就看着伊，伊是查某，我无方便，我就去甲我太太叫起来讲，妈妈，我放屎尿啊，紧赶紧去处理一下。伊就去伊佫足气啊！我家己我来安尼追求伊是一个足爱清气的人，足爱清气的人，总是到落尾爱坐伊家己坐伫涂骹，有屎有尿安尼尔。所以阮太太逐工就伫遐咧洗地板，有无？逐工就伫遐洗地板，逐工就是。阮太太嘛足爱清气，所以知影伊妈妈足爱清气，所以一边爱洗，一边爱处理，无伊的因房间完全无有其他气。所以医生甲护理师来阮兜讲，好，你甲你妈妈照顾甲真好势，真好势。因为大当人有当时屎尿的代志是无法度家己控制。所以亲爱的姊妹，拄着拄着这身躯袂行啦，咱会应该感觉咱身躯身体健康是一种福气，然后咱若拄着迄个丧钟的人，咱有衫通穿，有饭通食，有眠床通困。咱已经真有福气。其实我要互咱所有的咱世大人知影讲其实伫咱的生活中有足济通好感谢的，通好感谢的。其实我以前伫美国做老人服务事业管理的教授，我嘛做系主任，所以算65岁以上拢是我的关注啦迄当初我咧做系主任的时，头毛拢是乌的，即马煞变做白啊！做甲真艰苦，所以就头前，咱过一两年头毛拢白啊。我咧思考真济老人的问题，我要问咱大家一个老人是安怎袂快乐？健康的老人有真少，快乐的老人有嘛无济，一个人是安怎无健康？老人无健康，通常啥物病？高血压、高血压，佫高血糖、三高，有无？心脏病，佫有无？忧郁症，老人足济咱叫做慢性病，最袂健康。像我其实我阿伯老，我39岁开始食高血压药，因为阮老爸有高血压，就甲传互我，所以39岁食到近58岁。食用要40年我有皮肤，我这有皮肤，阮老爸就是皮肤死所以我有这个皮肤，所以我时时去爱家己我照顾身躯边。你讲有所以头前挂是挂手机你感觉看到遮细机的手机即摆手机拢介大机，对无？毋是，迄是皮肤我若一口气喘袂离无甲困落我专去天顶听邓丽君的演唱会，邓丽君嘛是。皮肤过身的嘛，对吧？好，所以每一人拢身体有抗病，但是呢，除了身体无好以外，咱做伙来想，一个老人是安怎是安怎，伊会袂快乐，逐工伊做到伊，好真nhiều人好欠伊花钱，拢无去，真济人老人是安尼，什么原因？无朋友。无朋友，孤单一个人，对无？囡仔嘛无你甲照顾，所以拢甲扶起来溺水，生起来流汗，去而家臭妇兼生拖有无？这块有许个，佫有无？有无？爱打猫机呢，我打猫机也是在这种。我老人这块的原因。扣没有及格，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
几万、20几万，咱一个月可能敢若老人年金3000，平地做教授，国立大学退休一个月700万，你敢知影我若今年退休了偌济？8万哦！安尼我家己我对你讲咩？我是人事室的小姐讲，说旧年我旧年8月9月时候讲，如果我明年退休的话，我办退休的话，那我一个月费给你多少？我说老师，我帮你算一下，剩下我就答应说，如果办法没有改变的话，我就讲说，8万吗？我少一个8000，做教授8000，老年金偌济？6000。所以唔免叫你们囝读博士听无，唔免做教授。我咧想我做的是教授还是夭寿？对吧？我做的是教授还是夭寿？8000，我讲你讲哪算看卖啊？你哪算看卖啊？我若做到85岁退休，会当偌济？就讲有一些名字累计，如果成功你算到65岁，应该当领12000，知道吗？这就是台湾的社会但是问题是我若领12000块，基本上身体健康基本上会当过日子有无？但是你若身体无健康，代志就大条。所以真侪人袂快乐是看别人好命，我真惨有当时袂快乐是因为别人的囝友好，咱的囝不好，别人的媳妇非常贤惠对咱真好对伊真好，咱的媳妇大概就咱生活对，所以咱就会为着安尼去忧愁难过，对无？即个去问老人讲，老人日子是安怎过就甲你讲老人就是手袂凉，脚袂紧，但心中无人，无人管真是管他俩，目睭无规身，就是漂亮，规都歹了了，这个做啥？这个做老人对无？看你转一条，别啥无看了对无？这个是老人手微微，眼睛看做太阳花，目睭糊，把它看做有无？就是安尼，这个是老人老人只爱起床上车、睡觉、下车、尿尿、逛街、买药、买完丢掉，但是若阮就是健康讲过去，讲了随袂去，徛咧无关去，坐咧就拍去，倒咧困袂去，迄个随困去，但是无食会厌去，食饱会受去，食饱就放屁，要死无勇气，出门无底去，只好活落去，安尼对无？其实这无论安怎讲，我亲像死人，这就是讲咱年老的人生。不过我一直讲，人生有真侪艰难甲困苦，对无？但是呢，人生伫困苦中间也是有盼望的来，今日要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伫诗篇28篇诗篇28篇这是一首真艰难困苦中间哀悲叫苦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安尼写，你就讲有诗篇28篇是安尼讲，耶和华，我要求叫你，我的石盘毋通无要惊我，你若对我静静，我就亲像寂寞的人一样。我求叫你，你的献策祭献策野手的时，求你听我恳求的声，毋通将我甲歹人做恶的人做一个有气，因甲厝边讲和平的话，总是因的心甘甜愿意叫因所做的，也叫因所行的歹款待因，愿意叫因的手所做的款待因，将因所应该拄着的报应因。因既然无留心地耶和华
所行的，以及伊的手所做的，伊就要规划伊，无要计伊。也我是应该学落的，因为伊听我恳求的声。也我是我的贵人，也是我的名牌。我的心我靠伊，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时光学落伊。也我是伊的百姓的贵人，也是伊受我有的得救的为首。求你拯救你的百姓，束缚你的产业，邀请伊，扶持伊，到你边关。圣诗150，这个诗篇150篇有1/3到一半是一种歌，叫做哀歌。哀歌就是一个人咧凄惨落魄的时所写出来。咱会当讲，规本圣经是上帝对人讲话，但是诗篇是人对上帝讲话。我讲一摆哦，有咱来读圣经，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上帝通过圣经对人讲话，但是诗篇呢，诗篇是人对上帝讲话。什么款的人会讲什么款的话？欢喜快乐的人，伊就讲感谢好乐的话；凄惨落魄的人，伊就伫遐爱叫讲爱的叫有的话。圣经内面有真济艰苦人，上帝要用的人一定真艰苦。我今仔日会伫即个所在做牧师，我嘛感谢上帝。加在迄当初我无读一中，无读大学，然后我一定非常的骄傲。我骄傲上帝敢要使用骄傲的人格，因为我读二中，我读政大的而且是考几200个考调，所以咱人比，咱无法度比，人比人气死人所以咱无法度甲人比。我想要骄傲，嘛无本钱，所以上帝通过安尼训练咱。上帝要使用强伊的人，那反倒做你看圣经内面，上帝要用的人，大家都拄着艰苦。有一个叫做亚伯拉罕，有无？老人年轻听10年，75岁上帝讲，你着离开本族本家，到我支持你的所在去。你敢知亚伯拉罕伊的故乡，考古学家讲，伊的厝可能是一间有超过1000个房间的厝，请问你兜几个房间？你兜几个房间？后壁来看伊兜1000个房间，其实应该来讲是一间一间的厝合作伙，毋是一间厝，伊嘛是一个城堡，所以一间两座会，所以呢，人若要家公建，无遐个简单。伊住伫豪宅，但是75岁上帝甲保佑，去到伊死175岁，伊住伫倒位？伊住伫他乡异地的天国。我以来我少年的时6岁厝，住草寮厝。等我老的时，我会当家己买厝，住我家己所买的厝。但是后尾来拄倒摆，伊无拄着上帝，以前住真好，拄着上帝以后，有当时要住天道就是去到遐甲搭起来，规工以后离开，搁收起来。搁去到什么所在，搁甲搭起来，要离开搁收起来，这就是后尾来。毋过圣经讲，后尾来形成一个更较水的故乡，迄是伫天顶，迄是永远的。世间艰苦是暂时，后壁迄句是啥物？圣经有咧唱无？世间艰苦是暂时，后壁迄句呢？不必天堂，延后去，有无？世间艰苦是暂时，不必天堂，延后去。对，是安尼。这是后壁来。我另外一个人叫做约瑟，有无？约瑟嘛是上帝咧甲重用，总是叫行到埃及去做奴才，搁叫关家内面，但是最后会做以色列的宰相。伊
做家己的宰相。啊，啥物休息的叫做大兵，有无？大兵嘛是共款，大兵少年家的时，叫撒母耳甲抹油，讲你要做以色列的人君。无偌久伊开始可以变做民族英雄，扫罗开始战争，大兵开始慢慢变做真侪人的偶像。真紧嘛做扫罗王的领袖，总是大兵，无偌久叫扫罗王开始酸，开始走逃难，与扫罗王下达追杀令，要开始怎样得到大兵的人头，怎样训？大兵是四过走走，所以这首诗就是伊走走，真无补，提无路啊！真无补，提无路的时，伊想：上帝啊，你伫倒位啊？你若对我正直，你若无出声，我就亲像一帮的人，我就亲像一个死人共款啊！上帝啊，你目睭看袂着啊？你去将伊挂艰苦。你耳孔听袂着我乌叫声啊！你去将伊挂耳鼻喉科。你是安怎下到？你是安怎无出声？伊期盼上帝出声。当上帝出声时，伊就知影上帝无甲我放散。苦难并无可怕，可怕是苦难中间的苦患。咱艰苦，咱逐个人拢会艰苦。咱的苦实在真苦，是因为咱真孤单。当咱身躯边有人陪伴咱的身躯边，咱就知影苦难无遐尼苦。这其实上帝有看到，有上帝有听到无？有上帝会出声无？所以咱伫艰苦中间是盼望的，迄个盼望伫倒位？咱敢是叫做良心食了，咱就要讲。互咱知影讲到底苦难中间盼望伫倒落。我大概就想这，我心就迄个真大啦。好，以上咱讲是少。将伊
机吼，啊，佫是真细间的真数的时，阮阿嬷去甲遐看病，结果伊感觉迄个护理师足疼。你咱两个无熟悉，想到你对我遮尔好，遮尔照顾，啊，迄个护理师甲我听我心里说，这是耶稣有关家事。所以伊相关了后期到后尾，伊就安尼，这个护理师传福音互伊，伊就信耶稣。信耶稣等到厝，拄拐杖拼落去，就全家拢总去教会，就拢总去教会。这是安尼啊！我今仔日你要医治病人，你要医治患者，你要将平安带互伊。我甲你讲一招，看你袂啊？耶稣基督伫以赛亚53章讲，伊受鞭挞，咱得着医治；伊受刑罚，咱得着平安。有没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你若基督徒上帝啊，这个患者，我已经尽我所有的，无法度甲医治的，要安怎？上帝甲你讲，你是不是甘愿出去，互我甲你拍头的，我甲你鞭拍，安尼伊就医治，你甘愿吗？我甲你刑罚，伊就平安，你袂吗？你甘愿学习耶稣基督？学习耶稣基督，为着我的患者受逼迫，为着我的患者受刑罚，为着我的患者，我付出代价，我甘愿。你是医生，真济伫教会做久了，人甲你尊敬，你将你的专业、你的尊敬，无一定会当带互人真正的平安甲意义。有可能你付出真济代价，你愿意也无愿意。一定伫你生命中间已经有偌久，毋捌去想着讲，这是我的患者，我爱听伊，我爱听啊。所以咱讲呢，这是我对中医的医生吼，因为医长、副医长即对拢就是遐，我感到就是要互咱原本遐以前拄久人咱精神起来，讲中医有切肤之爱，有没有？现在还有在切肤吗？没有了。但是如果连爱都没有，那就没有了。切肤之爱不是古董，不是古董，就咱摕起来讲，你看咱北医有切肤之爱，无，即马有无？即马继续来迄个听传落去。其实你看这种圣经一开始就讲，妖化我要求救你，因为一个足痛苦的人才会安息。什么时阵咱会更人妖化出来？上帝啊！你出来啦，拜托的啦！我已经凄惨落叶啦！我惊后叫你是臭耳哦，无听到。我遮尔凄惨，你是青眉哦，无看到。你讲睇其实就是伫这个过程中间，什么款的时阵，咱的悲哀上面出来，你嘛出一个声嘛，圣经第1节、第2节足水。讲若你对我渐渐，我就亲像日光的人共款。你若讲无出声，你若讲凉凉，那安尼我就亲像一个死人共款，就表示这个苦非常的苦。来，我来问大家，什么款的人会发出这款的声？什么款的人会讲上帝啊？我要求救你啊！我要召唤你唔通无听我啦！你若对我渐渐，我就亲像死人共款。我嚟讲，我想，我一直想有3种人。你看有道理啊，无道理。头一种人就是伊拄着真大问题，伊无法度晓悟，我无法度理解，是安怎会安尼？咱捌拄着即种问题无？是安怎阮阿嬷某拢足优秀，生一个囝才生锈，有无？是安怎阮阿嬷某拢读书，生一个囝唔读册，有无？有啊，对无？是安怎？阮阿嬷某彼此相疼，然后即摆伊着人开始到处计时，彼此相疼的人是安怎无法度永浴爱河？是安怎无法度白头？
你敢知？就是即种个问题，对无？啥到我无做过啥物歹代志，啥到我白头毛，我散无头毛。这时阵，咱就足大痛苦，心事若无讲出来，有啥人会知？甚至咱的心事是讲袂出来，甚至咱问即个问题，嘛永远无法度得到答案。分你个，比如吼，甲咱讲的，分你个 speed。伊奇怪呢，你若我若生的，我想讲上帝上好，甲我早早带落去。伊看袂到即个美好的世界，但是伊足大高山路过，写足侪诗歌，伊写的诗歌足水。所以真互人感动，就是伊讲伊若毋是讲目睭看见伊咧看到是上帝。啊，咱看到是啥物？咱看到是即个世间济有诶垃圾。所以是安怎？咱目睭紧紧看袂到上帝恩典。伊目睭生硬，逐工写诗伫遐咧学老上帝。有真济时阵，咱有足济问题无法度答，无法度应答。像阮即摆，阮伫大学做教授，阮是迄个私立学校教授，对阮来讲 OK 啦。学校若关门，我就随便来教学做书嘛，对无？啊，若其他的教授呢？其他的教授若学校关门呢，伊只好出去做教培咯，对无？读册读到博士，啊，结果有一天学校爱关门，你读到囡仔读到大博士有留学。大博士呢，你要去interview，你要去apply，迄个学校做教授的是，人你敢知影咩委员安怎讲？你可能拢毋知，委员讲吼，即个国内博士先放边啊，国内的博士先放旁边，有无？哦，啊，你读海南博士呢？但是有真侪是国外博士，有无？啊，第四句呢是。英美的博士先放旁边，英国甲美国的博士先放边啊，是安怎？因为英文咱大家拢会晓。哦，啊，即摆出落来是德国的，啊，甲法国的，啊是其他的，日本的，哦，用这吼，这个语言就咱无拄大家拢会晓，做来看因遮个专长安怎。你若知影讲，我读到大博士，我读到美国的大学博士，我即摆要申请一个教授的职，结果去互遐委员讲先放旁边。我甲我的同学学生会过袂去呢，受真艰难痛苦，想讲将来我要做学术的工作，要做教授，要做研究，但是好亲像吼，本钱献互你啦，但是你一世过看，找无对着啦。连一只家雀狗惊无是放假拢无，我这个钱要换倒位啦。所以其实就是讲，我就是我庇护你啦，但是呢，找无饭通好食嘛。人生有真侪问题，对无？真侪有钱人嘛安尼讲啊。我会打工打工，我好势较好势好势，我的翁嘛顾较好势好势，结果呢，我的囡仔我嘛顾较好势好势，是安怎阮翁就要出去外口，小三小四小五小六，是安怎我将一生的幸福交予这个人，结果这个人对我昏头母来，啊骹来手来，是安怎？有当时啊，真侪时阵，咱拄着，咱无法度去解决，甚至想袂到、想袂透的问题，咱会讲上帝啊，出来讲啦，拜托的啦，上帝啊，印一个声咧，咱期待上帝出声，期待上帝出声，上帝出来讲，是安怎会安尼？这是咱的要求。第二是咱所拄着的艰难甲困苦，特别是咱身躯有病痛的时，头壳逐工痛，关节逐工酸，逐工抽。当咱身躯拄着病痛的时，迄种的病痛是有时是超过咱会当忍受的范围。看一种老人吼，量有无？咱讲食饱有当时啊，骨头会拍去嘛，吼，会拍去的时，量会叮当落痛，然后目屎安尼咧流。止痛药啊，已经注上重啊，已经甲互伊从啊油啊制造袂了。这种的痛苦，哦，你看的痛苦甚至是拄则所拄着。
甲要转去，结果一堆拢死。你若咱若真久死一个树啦，伊是一粒仔久死7、8个树啦，死几只树啦，迄种的困难。啊，搁有若无就是乌克兰遐难民，我就爱离开故乡，到底我是倒位做唔对嘛？恁的飞盘，啊，就大大甲阮搬，甲阮的厝拢无去，害阮要去别国做难民。最近我有一个朋友，我咧赖伊开讲，伊讲伊足惊的，足惊伊目中啊拍来的，足惊你会惊无？伊足惊的，伊逐工咧看中天，就足惊的。讲哦，啊若安怎买吼，可能目中啊国拍来安怎？我讲吼，你会惊吼，我来带阮屏东，你莫带台北，因为飞大免带我带台北，你袂带屏东无啥物人。你若变搬来4个山，可能比人较济。啊，若台中人嘛介济，你若惊吼，来屏东，我来讲，咱屏东大吼，去爬山去爬庙吼，非但袂拍起家，对无？伊拍起家太浪费吼，是毋是？会惊，足惊。对乌克兰人来讲，我离开故乡，啊，要啥物时阵才会转到故乡？转到故乡看到是。无厝啊！伊所有的工作一切拢无啊！迄是真济艰难困苦，迄种的，我有专业，但是找无头路的困苦。我做老爸，连阮囝的营养午餐，都爱诚心的人士来关系。我连我的囝的营养午餐的钱，我都付出来。真正时阵的艰苦主啊，我太多会拄着这种的艰苦，爱互你出来。啊，第三就是受委屈，你感觉受这种误解，明明代志毋是你做的，结果人甲你冤枉，明明这个功劳是我的，结果叫人抢去，冤枉我家人啊，冤枉我上帝啊，我的功劳叫抢去，啊，别人做的假，所以我爱来承担。咱受着误解、受着委屈的事，迄真正下到的安怎？累死囝，你哑巴吃黄连，你无法度解水，你捌拄着这种情形无？若拄着这种情形，咱就讲上帝啊，我走投无路啊，请你出来讲一个声咧，对无？所以讲啊，讲我恳求你，你的至圣所举手的时，求你听我恳求的声啊。所以伊爱上帝听伊的声，正因我听着你的声，所以我掠做你无听着，上帝有听着吗？有，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3章，出埃及记的第3章上帝呼召摩西去到西奈山。伊看到刺地互过烧，无烧去，上帝出声讲：，甲你的鞋换落来，因为这个你所行的地是圣的，然后上帝对伊讲，因为讲伊安怎讲？我的百姓徛起伫埃及的，因的困苦，我实在已经看见啦。因为国家的来后跳，我已经听见啦。我本知因的痛苦，讲啦，你的后跳的声，我已经听见啦。你俩做我无听见，我已经听见。你受的苦，我已经看见。有你所为一切，拢含倒入伫我的手头，我本知因的痛苦。最起来，这句话真重要。要互咱知影，只位上帝只位上帝知，会知影。只位上帝有看到，伊有听到。所以当咱拄着患难、拄着困苦，咱每一个人的艰难困苦是啥物物知？咱有当时嘛会讲互人听。这个人足受尊敬的呢，我是足受尊敬的一个人，但是伫阮兜，我甲阮的囝就要决裂，我毋通。
因为咱我伫庄脚所在误会，我伫庄脚所在误会吼，会拄到一个足硬拗的代志，知唔知？足硬拗的代志，迄就是吼，庄脚人甲咱都市人共款，册虽然读无悬，工作收入虽然无济，总是拢平会爱民主，有无？爱民主哦。翁仔某人冤家，安怎？毋通互师知影。伊要伫牧师面头前表现真恩爱，毋通互牧师知影。啊，我知影的时代假做毋知影，对无？啊，有家官叫新妇，连时间吼，常常要赶出去，常常要我来甲你共饼走食饭。我另外起一个灶架，伫庄脚所在讲要起一个灶架，迄代志有大条无？有大条，就讲我甲你共灶食饭，虽然住共一间厝，遐问因若安尼的时，因敢互牧师知吗？嘛毋敢。啊，若有囡仔甲父母的问题、翁仔某的问题、佮财产的问题等等，其实我别项拢知啦，我甲你讲啦。我才有遐个济呢，我拢叫去做了遐个，做比如说即厝你就爱去一四过吼，你若风声着啥物，你若知影，你无互我知，迄是你的罪，你的罪哦，对吧？你若知影我冤家，你无互我知会使，但是你爱去处理。你若处理又好，唔免互我知；但是你若无法度处理，我爱互牧师知，知无？我讲你无互我知是你的罪，互我知你就无罪啊！哦，所以大家拢来甲我报，你知无？大家拢来甲我报，即个是我逐项拢知，但是拢爱顶唔知，拢爱顶唔知，然后搁用其他的手法，有无？哦，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然后用各种方式，安尼去讲，不落痕迹，啊，互伊知影，爱发现、爱悔改，迄是就是如此。咱来知上帝拢知啦，所以上帝拢知就安怎讲？我已经知影，我已经讲好，伊下面就安尼写讲我已经看见啊，我已经听见啊，所以当我要找你去见法老王。带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摩西随抗议啊！摩西抗议是啥物？我是啥物人？通去见法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即句话嘛，你可能听过，用台湾人的话讲，双体啊！我啥物阿小？有无？我是啥物阿？我是啥物阿？是 A 阿，我啥物阿？我是啥物骹小？我有材料要见法老王吗？已经袂记你，伊是埃及的王子啊！呢，40年过去啊，本来高高在上的 The Prince of Egypt， 埃及王子，即摆40年过去啊，80岁老人，头毛白，喙手白，然后规面拢是雕纹，然后已经诚做过油的啦，尊贵的王子变做卑微的过油的啦。上帝啊，我啥物阿啥，我无迄个材料啦。上帝甲应一句话，这句话最重要。我实在要甲你面对。国语是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遍。有我甲你相甲比咧，你惊啥物？既管既尊既显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甲你相甲比咧，你咧惊啥物？这亲像皇帝手术一支剑，那叫做尚方宝剑，如震亲临。尚方宝剑飞出来，所有人见到，亲像见到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有皇帝甲伊同在，伊看袂到皇帝，但是手中有一支剑，所以伊就唔免
物件。所以你敢知影？若电视咧播哦，迄摕着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伊敢有可能出去外口去打点有无？买一个牛肉，讲诶头家，我甲你买3斤的牛肉，3斤的猪肉，你迄个碗吼送我。哎呀，头家也袂使咯，即摆吼，足贵的咧，迄个碗吼买几10块呢，尚方宝剑，好啦，菜要买，锅的菜要买，我送你2餐啦，我多啦，餐即摆足贵咧，尚方宝剑，好啦，送你啦，够可能？无啦，伊迄尚方宝剑是让先斩后奏的，是要张雕图谋的咧，上斩贪官污吏，下斩地痞流氓的，可以先斩后奏的，所以电视咧播拢是摕尚方宝剑的人我送起来，可能爱互人拍。互人赞，互人推，互人侮辱，互人牛逼，甚至传落去监狱，甚至到落尾吼，坐跪伫遐，人要甲你赞，但是咧赞之前，尚方宝剑出来，所以随时我先做官的衫，正面面，即个贪官污吏斩头。电视机安尼播了，咱知影是安怎伊向官家会当老实在在，伊向兵拍，伊喙齿加咧，因为伊知影伊一定爱甲即个案破啦，要破啦，一定爱等爱忍，过程中间爱受苦。啊，搁有我看到中国的戏剧，中国的戏剧吼，我无时间看，我有只看了一集，5分钟尔。迄是迄讲啥？哦，管老爷吼，带一个兵走去一个客店，讲即个人恁这人是歹人，我要给抓起来。有一人坐伫面床，边仔佫有2、3个囝，头家吼，迄个客店的头家，甲店小二拢伫遐。结果管老爷足快足快，就甲因抓走。好，迄个管老迄个店小二，甲即个客店的头家是惊到要死哦！来坐伫遐的人老实在在，下边仔的人嘛是老实在在。来，因为这个是皇帝为府出巡，边仔迄个是啥？武功高强的部位，到另外一个查某囡仔是咧甲伊服侍的。即几个人拢老实在在，干那迄两个，毋知影东西南北。一个，哎呀，叫伊关，就加来是你两个，而家你行来行去，要安怎啦，即个皇帝就坐伫遐，一个查某坐伫伊边仔，老实在在。我入于公堂之上，才知影讲伊是皇帝。所以啊，皇上啊，奴才之罪啊，饶命啊，安尼。各位亲爱的，即摆我看，我有啥物感受？我有一位上帝嘛，我靠！所以我虽然即摆咧受苦，但是我的上帝老实在在，所以我会当老实在在。虽然外面有真济艰难困苦，但是我的上帝要甲我三甲地地。各位亲爱的，即摆上帝要甲咱地地。你若看创世纪的26章吼，创世纪26章，当即个阿伯拉罕的囝以撒要出去的时，上帝甲讲：你徛起伫即块地，我要甲你地地赐福你。到第28章的时，雅各吼做一个梦，梦见上帝来。第一个有一个推上帝遐后天上起落，伊推的顶面就上帝，即位上帝甲讲吼，来，你的后裔要亲像地上的土山，要对东西南北来发展，地上万国要因为你甲你的后裔变好去，我要甲你三甲地地，你无论哪落去，我要保护你。上帝对以撒安尼讲。我要甲你地地，对雅各讲，我要甲你地地；对摩西讲，我要甲你地地。摩西你要摕一个拐仔去，就
叫我要甲你的。然后呢，伫整个摩西全世人出来伊个过程中间，其实是真辛苦。等到摩西已经120岁，准备要交棒的时，摩西的接班人是啥人？约书亚，有无？约书亚伫40年中间，就是摩西的倒手正手呢。摩西叫伊去，伊就去；叫伊来，伊就来。伊是摩西的身躯边。你甲阿妈个人真正的是约书亚伫头前。当以色列百姓犯错爱听话的时，是约书亚执行命令。即摆上帝讲摩西你时间到。摩西就把以色列百姓叫来，然后就甲约书亚讲上帝要甲你三角地，上帝要甲你三角地。但是你敢知约书亚输哪一个？我听讲约书亚胆小鬼一个，输哪一个？你敢知你俩做约书亚真头吗？当摩西踩到遐的时，伊徛伫摩西身躯边，真骄傲。有摩西吩咐，伊安啦。即摆摩西无伫啊，哇！伊爱徛即个位啊，开始惊啦。所以约书亚记第1章，约书亚记第1章第50讲，你一世人，必较无一个人会当徛起伫你的面前。我怎样甲摩西比例，也要安尼甲你比例。我要甲你比例。然后到第9章，我讲无命令你吗？你就勇敢壮大，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甲你比例。其实即句话吼。你若用咱台湾讲，你是无听我对你讲的啊，对吧？你是哪里没成效的？我讲你少年，你无听着了。摩西甲讲过一摆，上帝我亲自甲你讲，但是呢，你后壁讲第9节，我讲无命令你吗？我没有跟你讲过吗？上帝生气啊！所以看到你看约书亚，约书亚伊毋是一个亲像摩西这么坚强壮大的人。若别人甲伊挖，有人互伊挖过的时，伊真牛。但是即摆摩西无去啊，摩西无去啊。但是上帝讲，我要甲你比例。所以有的人信心真好，亲像摩西；有的人信心真软，亲像约书亚。然后伊到约书亚记第15章最后一章。伊才伫遐讲好，我即摆要人生要行过来，最后结论，你要敬拜耶和华，也无要敬拜耶和华是你头的代志。轮到我的家，我甲我的家，原结甲服侍耶和华。伊用伊一生才知影，这位耶和华上帝是真国我的上帝。以前伊甲耶和华的信仰无改过，伊伫摩西的身躯边，你俩做吼。你俩做牧师的囝，信仰有真好吗？长老的囝，信仰有真好吗？无影的，无影的。所以有时，哇，咱伫教会内面，当这个牧师真好势，比囝的根基大家拢真好势。但是牧师一个仪规，牧师一个半边，牧师一个啥？我这个长老这书有考数出来。原来你嘛无外头嘛，原来你嘛无外头，但是伫牧师的身躯边，好奇就奇了。你若要叫伊独当一面，你就无法度啊。约书亚就是安尼，咱上帝讲，我要甲你比例。各位亲爱的姊妹，这个上帝甲伊的百姓比例。所以甚至到伫以赛亚书吼，以赛亚书43章嘛是共款。以赛亚书43章吼，伊安怎讲？伊讲吼，来，
伊讲吼，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迄个造成你的，你毋使惊，因为我拯救你，我捌叫你的名调你，你是我的，你对水中经过，我即刻甲你治理。你经过江河，水即刻无安排你。你对火中行过去，即刻无受伤，因为我是要华你的上帝。伊后壁第50节讲，无得惊，因为我甲你治理。伊迄个时阵的以色列人是因为国家灭亡，散到各国去，甚至去到伫巴比伦做奴才，逐工唱的就是哀歌。咱台湾人讲靠调有无？你若讲啊，要啊死啊，有法教我来，对无？嘿，就是迄个，你逐工也咧唱靠调，逐工艰苦，但是圣经来讲上帝讲，连甲顶三甲伊咧，你对火中经过袂用烧着，大水哗哗口的时，你袂用淹死。大水来你袂受淹，然后大火来你袂烧着，因为上帝甲你咧。上帝甲咱比咧，是因为有大水、有大火、有患难。咱若平常时无拄着这个代志，咱袂感受着上帝甲咱三甲比咧。今仔日我会即摆徛即个所在讲到，我知上帝甲我比咧。若无我无法度平安到位，有偌济人请使出去，无法度就用离开人间。无法度就上帝会做领袖，但是我会较平安回来。上帝甲咱比咧，但是虽然咱看袂出。咱上帝甲咱比咧，意思是啥物？是咧爱咱听伊的声，照伊的话去行。所以咱来看到拄则迄段圣经28章的后壁，28章的后壁讲吼是讲啥物？讲吼，耶和华是应该学乐的名字，因为伊有听我恳求的声。然后，咱无肯定经历的是29章，29章开始讲，上帝已经有听到咱的声，上帝有出声啦。大半年的子孙啊，你着将严根归来归互耶和华，归互耶和华，将耶和华的名应该得到的严根归互伊，用圣洁的真塔来敬拜耶和华。然后第3节开始讲到耶和华的声，耶和华的声伫水面，严格的上帝起雷，耶和华伫济水的顶面，耶和华的声有大气力，耶和华的声满威严，耶和华的声拍子必用手啊。后壁讲耶和华的声，互火焰焚烧，耶和华的声，互旷野叮当，耶和华的声，互树拿的树叶压根根，什么意思？耶和华出声绝对毋是亲像我讲的安尼，耶和华的声是人无法度听的。你爱上帝出声吗？上帝讲，我若出声，你敢有法度记载会了？你爱我讲话，我出声，你敢记载会了？耶和华的声大有气力，耶和华的声拍子必用手。你讲知啥物是必用手？必用手就是耶和华的圣殿的条啊，就是用必用手，又搁直，又搁大，又搁定，用必用手做整个圣殿的啥？条条一支一支的条，就好亲像咱遮的茶，咱遮的茶嘛袂歹啊。耶和华的声一个出，遮的茶煞脆去啊，必用手一条煞长去啊。茶真水呢，耶和华的一个讲，这个茶规个拢脆去，变做茶油啊。你敢有法度想象？连这个茶都喙齿，咱人诶嘛学有听啊，人无法度听上帝的声。
所以是听讲你爱上帝出声嘛？上帝一个出声的时会地动哦，上帝一个出声大宝会斗开哦，上帝若一个出声树拿的桥啊，说跟亚马逊河的丛林，上帝一个出声桥啊拢总那了了，迄是啥物款的情景？你敢知？伊是出埃及记的第19章。20章伊就写，哦，我看我拢会惊。灵魂派吼，咱基督教较毋是灵魂派，灵魂派拢讲好，昨上帝甲我讲，我听着上帝的声，上帝甲我讲东，上帝甲我讲西，那这吼我莫听，你知无？因为上帝的声是咱我无听的，你应该我读互你听。出来第19章16节讲，到第3天天光，伫山顶有雷弹、四塔，还佫白云，足白的云，很浓厚的云，佫有扫街的声真大，迎来的百姓拢袅袅喘，噼噼喘。摩西带百姓出营外来迎祭上帝，因拢徛伫山骹，通西乃山拢是火焰，摇晃伫大火的中间，降临伫西乃山。然后山的山顶圣烟真悬，亲像烧灰啊的烟，遍山大震动。扫角的声愈来愈大，摩西讲话，上帝出声甲伊应。哇，迄是啥物意味？上帝天知影，大家气气喘。亲像迄个灵魂派迄一寡少年家吼，免我讲诶，伫遐去敬拜赞美，有无？伫遐跳头啊，跳头啊，跳啊跳跳跳，然后我们感谢神，从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一起拍手的来感谢上帝。北来真正气有花，毋知心话。我大概讲到天头一句，就是讲感谢主上帝天跟无伫遮，无我即摆主持你的讲一次。你们这群有罪的人，凭什么站立在上帝的荣耀之中？上帝的荣耀降临，你们承受得住吗？那边丢跑，唱歌就说上帝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间，神经病人家啦。所以今麦真侪人带人去敬拜，拢乌白带，根本连上帝是伊的变的是乌仔，是拢毋知。乌白来，你敢知？无偌久，上帝就讲，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捌对你是从你对埃及做奴才的带出来，我以我头来上帝，毋通为家己条件好上，上了反命人三叫，我爱收人叫去，有好天的父母，毋通甲死人，毋通将家己，毋通讲袂使，毋通做假代志陷害人，毋通贪恋恁厝边一切所有10条戒，一条验了后，第17节，第18节来讲，正百姓看见。雷弹、四呐、扫角的声，搁山顶出烟，一百姓一个看见，都袅袅喘。听着，甲摩西讲，求你甲阮讲话，阮要听啦。毋通上帝甲阮讲话，听了阮会死啦。摩西，你对阮讲话就好啊，阮会听，阮绝对听。毋通上帝讲对阮讲话。阮会死啦！所以摩西对伊讲，毋免惊，因为上帝降临是要甲你试验，要讲时时教是你，就爱敬畏伊，免得你犯罪。哇！你敢知？上帝讲，我以我毋通我来上帝，毋通就甲己条件无上，要我人人生叫就好经济的父母。你敢知以色列人听着啥？以色列人听着，听无？每一句话都是雷弹足大声，死啊！咻！伊敢看到的是死
听的。所以讲，咱上帝启示是一个奥妙，就圣经讲耶和华对摩西讲，迄是一种启示。耶和华甲讲，摩西甲我是面对面讲话，但是另外一个所在，伊甲摩西讲，你无得见我的面，你无得见我的面。所以百姓捡到的就是单位，百姓捡收到的就是地动，百姓看到的就是鬼，就是迄个鬼讲死人，千恩大会，请问你会晓无？我是惊死。上帝讲话，上帝啊，出来讲哦，你嘛出一个声嘞哦。但是上帝真正出声，你有要听无？所以上帝明知是要叫你爱敬畏伊啊。所以拄则咱唱第一首歌，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静静听。写歌词的是张建宇，写曲是陈天赐。这个人我是南部人，郎才女貌。因两个人是博大才子才女，我是比陈天赐较严格。陈天赐其貌不扬，但是你刚才人家讲伊真好一个所在讲话，你若对对遐行过，听见即个声，所有的人我都头看是啥物人讲话。他讲话的声音很有磁性，我亲像古早一个广播人叫做李济准，李济准伊是外省人咧，伊是家人的人，伊是咱台湾本省的人，伊讲了有够水，一世人靠伊讲话去看是我李济准知性时间，我也要学，我也要学。那叫伊安尼讲话，我会教你，我会出气。陈天赐做旋律嘛，看真侪钱，也要写歌，也要写诗，也要写小说。张千玉嘛是才女，大家人看哦，这两个真正人才女嘛，到落尾呢，陈天赐伫外面找人一个换过一个，一个换过一个，不断的外遇，因为查甫人吼，要找人找囡仔。毋是你缘投票变的，缘投票变的青仔站，缘投票变的草包，叫人咩人咩？他不能爱人爱，认真的女人最美丽，专业的男人最有魅力。所以陈天赐长得不怎么样，但是有才华，很有魅力。所以外遇了后，罗书辅导邓来，太太来外面，但是。一段时间过来，又搁外遇，太太全起一个甲伊离婚。到落尾囡仔第二摆结婚，结婚的人嘛，毋是第二摆外遇拄着迄个。到落尾陈天赐真正就把自己给玩死了。你写这首诗，我叫大家来静静听主的声，你家己无要听。你看这首诗，我到当都真侪人要唱。感动无下，但是你会记写这首歌的人无听上帝声，无听上帝声。就咱个，但是问题是上帝声咱会无在就听，你安怎？上帝声无在就听，所以十条戒是重要。十条戒就是将咱无法度听见的上帝声变换做咱有法度看见的文字。无法聆听的上帝的声音，化作我们可以理解的文字。上帝的声音我们无法聆听，但是文字我们看得到，而且可以理解，这就重要。所以实际上上帝下面都已经在往，上帝下面都已经。这就是上帝声，
卖着讲啥，我听着三种噪音，真正上低声伫即个所在。上帝的声音化作文字，所以上帝讲你着听我的声，你爱听上帝的声，无意思是讲你爱听伊的话，伊的话是啥？啊，佫有圣经嘛讲，你着爱去敲碎摇坏边，有无？要去寻求耶和华的面，然后管摇坏边的跟旧换，有无？是，但是摇坏边你讲记着，嘿，摩西摇坏就讲你无得见我的面，兄弟啊，你嘛较帮忙嘛，你就跟要寻求你的面，啊，我记不到你的面，啊，你叫去弄面啊，无，到你时间到的时日。上帝找伊的囝干，有无？耶稣基督是啥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所成的肉体，听清楚，上帝的声变做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道。即马上帝的道，佫成做肉体来到咱的中间，叫做耶稣基督，有无？哦，所以耶稣基督爱人怎样？听伊的话，你若听我的话，佫照你去行，要变成一个聪明的人，甲厝去倒位，就花点。你若听我的话，无要照你去行的人，就是一个愚妄的人，将厝去伫沙坡顶，有无？所以耶稣基督爱你听伊的声，听伊的话，因为伊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所成的肉体。啊，佫有耶稣基督学生讲。见着我，就是见着上帝，有无？所以上帝面咱看袂着，耶稣的面咱看袂着。所以耶稣基督的心上解决这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我无法度听上帝的声，即马诚济人通过耶稣对我讲话。咱无法度见上帝的面，即马见着耶稣，就亲像见着上帝。所以耶稣代表啥物？耶稣的名要称作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啥意思？上帝甲咱三角有无？就是安尼。所以所有美善的力量，后壁写啥物？最后一句，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通过耶稣，咱知影上帝。上帝无臭天，通过耶稣，咱知影上帝甲咱三角比。通过耶稣，咱通听见上帝的声；通过耶稣，咱通见到上帝的面。所以无论咱伫啥物款的处境中间，伫患难中唯一的望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咱永远爱记的，当你看病时，耶稣甲你看病，你伫遐惊，耶稣老实在在。当你叫乖乖的时，亲像迄个戏剧，乾隆皇帝坐伫遐老实在在，捌伊的人知影人边仔嘛老实在在，毋捌伊的人、毋知影伊的人，就伫遐紧张。所以圣经来讲，毋通为着明仔载你食啥物零、啥物伫遐忧愁、看问，因为咱有天顶有老爸，咱所需要一切，上帝拢知，咱的天父拢知，有上帝通好我靠，有耶稣基督甲咱三角地地，迄是咱足大的福气。所以你看，当耶稣要上天的时阵，安怎讲？讲天顶地的所有的权，已经拢做互我，所以你着去招万百姓做我的学生，互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有无？既然我所吩咐恁的，拢假是因遵守，最后一句是啥物？我要甲恁三角地地变到世界的芦苇。亲爱的姊妹，今年疫情要到什么时阵结束？咱无人知。咱中间有偌济人会因为即个疫情，然后离世界？咱也无人知。我毋知我明仔载会有啥物款的代志。但是我知，上帝甲我三角地地，上帝甲咱三角地地。所以伫圣经29章最后大
最患难的时，耶和华坐耶和华坐做王的大边关。这是希伯来文直接的翻译，就是讲，你大最患难的时，耶和华坐后边这句，耶和华坐做王，说着天下烟花。大最患难的时，大家人走到伊顾他。大最患难的时，大家真惊讶，要想来想去，都为通救命。大最患难的时，大家像热锅的蚂蚁，一世过走动进窝窝找窝咯。但是大最患难的时，耶和华坐你若讲耶和华坐做王就是所有的代志，拢含到入伊管手头。毋是干那即嘛，耶和华坐做王，你甲变化。最亲爱的姊妹，我甲我家己讲，我今年58岁，我今年今年到年58，我是是当68、78、88、98，可能，因为阮阿嬷嘛99岁。所以我若得到伊个长寿基因，我可能当90岁。我若得到阮阿公个夭寿基因，我可能60外，我可能会转去。不管怎样，我毋知我大久，我甲伊讲，我的确相信人生有困难，总是上帝甲咱相助。耶稣基督就是咱伫患难中唯一的盼望。上帝声听袂着。但是上帝声真做文字，你目睭才会生命。若你逐工读上帝的话，即个世界一切拢在变无，只有上帝的话永远袂无去。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Christianity is the word of the Lord。上帝的话是基督教信仰来的，上帝的上帝。上帝的话真做肉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讲：“我是阿法。”我是欧米伽，上帝用伊的话创造世间，用伊的话救赎人类，也要用伊的话审判全地。不管咱世界行过偌久，通过上帝的话，咱听到伊的声；通过上帝的话，咱见到伊的面；通过上帝的话，咱的心行安静自在。咱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的恩典，我今日透早，通过这2点钟的会议。阮进入着时天的世界，也去经验着即个诗人伫患难中间的熬煎。诗人所拄着，甲阮拄着真亲像，阮也捌阮的生命中间，也捌有济疑问，也捌拄着济患难，甚至阮有济的委屈，目屎干的，水滴滴干的吞腹来。当阮爱你出声来回应的时阵，诗人佫甲阮讲：你的声是我无法度承受的，因为你的声极其的伟大，连伫西奈山骹，遐百姓都毋敢听你的声，因为当你出声的时，是单位死人，是地动大火。主啊，阮也无法度去领受你的声。但是感谢你将你的声变做文字的时，就真做改变，这改变就告诉阮的行为，互阮遵循你的改变，无比较犯罪。也感谢你，伊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通过伊，阮通听见你的声；通过伊，阮知上帝你甲阮三甲日的；通过伊，阮也通真正认捌你的力量。愿主帮助阮，帮助阮伫阮未来人生中间，毋知会拄着啥款的困难，毋知会拄着啥款的艰难困苦，互阮永远知你甲阮三甲日的，阮的心就通真正安然自在。你哋甲将属于天命平安赏赐互阮，无论阮有啥款的处境，阮拢通出声感谢你，也讨好你。愿今仔日阮所领受的。通真做阮这人，生活中信仰上的帮助，将一切荣光归你，也希望你将平安赏赐互阮大家，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素甲线素中间的差别吼，约位遐代表上帝遐，咱有限的人无法度管管无限的上帝，咱有的人善的人无法度管管即位圣洁的上帝吼，咱软者的人无法度管管即个威严的上帝，但是因为迄个报应对顶面离开的时候，表示啥物？表示咱的罪得到赦免，罪得到赦免。好，若罪得到赦免的时候，所以咱就当挽回咱的主。咱会当挽回咱主，是因为咱罪得到赦免，但是并无因为安尼，就表示会使落山。耶稣嘛讲过一个故事啊，伊讲啦，讲有了好业人，就是一个分红，有一个恩赦，有无？伫恩赦要找真侪伊的好朋友来，毋过遐好朋友拢第时。所以，伊主人就讲去外面将遐去食，路边的人拢总叫来，有无？结果来有一个人无穿礼服，全去互赶出去。你会当来，并毋是表示讲你清清彩彩就当入来。今仔日你要赴宴社，嘛着穿符合即个宴社的身份。所以今仔日这个青少年讲一个实在话，有当时啊，因讲这个话伤过头凊彩。就是讲，你今仔日若要讲上帝话，充满伊的圣洁的时，你去看迄个叫做以赛亚第6章，当上帝的眼光充满伊的圣洁的时，圣殿是地动的，圣殿是迄个所在有啥？有即个天使在咧飞，圣哉，然后请问即个以赛亚他们讲吼，上帝的眼光充满伫咱的中间，咱就拍鼓啊！伊讲害啊，我会死，我有知影，我会死，因为我是水分无清气的人，也徛起水分无清气的人，就表示讲，我即个先知，我要做先知，我水分也无清气，你哪会当讲上帝话？即个人水分也无清气，你哪会当认真，会当去学落认真上帝？所以讲伊徛起这，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危险。即摆这个青少年，咱来看到一个大灾现象。请问因平常是伫厝的怎样？所以我伫教会甲这个青少年讲，你为着礼拜天要敬拜上帝，你拜一到拜六，就爱手清气、心清洁。你的头脑莫乌白想，你的目睭莫乌白看，然后你的嘴袂使乌白讲，然后你才会当手清气、心清洁。来用拄则咱看用圣洁的真塔来敬拜上帝。但是即摆青少年敢是安尼？我伫港台顶上大，下面的囡仔拢总咧看手机啊。阮的下一个叫做原住民专班，原住民专班关注民，大家拢基督徒。因伫厝，因读册无看无吼，但是若要敬拜赞美转出咯。伫教会拢做头的，做头带敬拜赞美，但是册无好读。老师咧上课，伊遐看手机啊，叫伊把手机啊收起来，伊转一个拄。若看手机啊，拢是咧玩游戏。伊心中心思意着充满拢是安尼，然后伫礼拜天你去带敬来时，带单咧，大家搁真像真感动，搁有神圣圣哉，即个若有我毋知影啥物叫做礼拜，你要知啥物叫做礼拜吗？礼拜就上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伫神圣的时间进入神圣的空间，敬拜神圣的上帝。有无？明仔载去几点礼拜？9点半神圣的时间，咱上元团契甲妇女团契，今仔日这样都不要给我迟到。你若甲我迟到，你就知死，对无？上班毋敢迟到，带囡仔去读册毋敢迟到，干做礼拜敢迟到，你毋就来上帝做笑，对无？神圣的时间，这边呢叫做神圣的空间，所以这叫做圣殿，圣殿。伫圣的主日、圣的时间进入圣殿，进入圣殿怎样？咱读的叫做圣殿，念的叫做圣诗，而食的叫做圣道理，食的叫做圣餐，弹琴弹的叫做圣诞，牧师讲圣歌，所以真爱唱这个歌。
对吧？唱这个歌，像你这个歌，这个是歌，因爱唱这个歌，敢有神圣性，敢是神，真困难哦。哦，我解哦，去一个教会，我俩做是500，俩做是500，迄个歌星500，去传敬拜站。我奇怪，迄些歌啊，我个人咧修歌，我咧听过，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我应该捌听过这首歌，有听过啊？就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我听过这首歌，我俩做是500咧唱，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这真正对500量身定做，这个人写这首歌，人逐工去听500，所以才写这首歌嘛。也就是讲，这个诗歌有好听无？真好听，有好听无？就好听，不是圣乐，不是圣乐，不要给我拿到圣殿，废话，真正不是圣乐，滚出去啦！咱拄好话嘛，水伊跟现死步咧，死步。耶稣是我的唱，一个好朋友就是耶稣，一个好朋友就是耶稣，一个好朋友就是耶稣，死步偌水，但即摆国父嘛真少，咱的教会同在，还佫保留迄个传统。啊，若即摆教会根本已经无信息啊！以前咱信息爱看五线谱，即摆少年家五线谱袂晓，1、2、3、4、5，迄个感觉袂晓，纯正的字，敢若一步，啊，佫会唱走音。哦，我甲你讲，我若上帝，我就感觉大概恁去敬拜站的，亲像怪公主无因烦恼。真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读过礼拜学，什么叫做礼拜学？什么叫做敬拜？什么叫做手清气、心清洁来敬拜上帝？什么叫做咱着用袅袅传心进到伊的殿院？上帝，咱入到上帝的言语着研究，因为伊伫天里，咱伫地里，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静静，咱拢袂记这样。所以我想说，青少年那样子，其实应该教会好。青少年咧传进来顶顶，我真反对，我非常反对青少年传进来。咱的即阵呢，死到倒去？咱的丢佬呢，失踪去啊吗？即件丢佬即事，伫人生的过程中间，经验过惊涛骇浪。经验着、认捌着即位外教来的上帝，那安尼，你应该来带大家来敬拜即位，伫你的生命中间影响你真大这位上帝。啊，那这个青少年，其他长一堆，你连上帝是圆的、是扁的、是长的、是短的、是偶尔安息，你都不知道，你如何带领大家去敬拜一位你自己都不太认识的上帝？我讲着，我今仔是人问啦，若无这吼，我是较袂安尼讲。我这有什么新人讲啦？我今仔讲这是咱大家水准情况。拄则我咧讲是大家最认真，所以我想你一定听有句啊，听无吼？若听有吼，就知影。今仔日教会拢去互这敬拜赞美，甲整个挥发去。但是这歌毋是歹，听清楚哦。但是主日礼拜，咱甲我唱这个歌。主日礼拜，这个歌是毋是逐首拢会当唱？爱好好敬，加减有一首会当主日礼拜唱，无拄会当。就有一首歌，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有听过？这首歌就会使当主日礼拜唱。哦，然后我说过，我就像一只小小飞鸟，飞翔在蓝天上。你教会做礼拜，你小小飞鸟要死，唔知你听无？
所以吼，最近这时阵，即阵人根本就唔知影啥物叫做敬拜上帝，所以感觉即首歌真好听，伊就伫遮讲啦。礼拜学是一个很深的奥秘，我集30年的功力，我才能理解现公信堂教礼拜学30年。30年我真思考，把圣经真侪册看过去，我才甲圣经结果圣公信堂伊遐学生几个模样。那牧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的礼拜都得罪上帝，没有第二种，就是得罪上帝。我讲你将来若要做传道书，你来改变。不过即马已经是安尼，大家拢惯死这，所以你要干已经无遐简单，已经无遐简单。咱就到我现观面哦，感谢主。我若现在到我安道，他的现观面是，我拢足感恩。如果现观面你要无安怎？拢做老人啊，变无。咱的现观面跟葡萄们呢，假如咱到我现观面，有没有那种逆流声？我有下来的吗？冷静来讲，很少所以咱继续，咱继续都是。我意思讲，真简单，新鲜的时间、新鲜的空间，敬拜新鲜的上帝。因为有些明显我不在意，但是你光爱是线，一切都是线，安尼就对了。来。好，12点20分。牧师，歹势哦，是足久才要讲代志。我讲一个比喻安尼就好了讲我形容牧师很正我意思。我差不多1年底甲即马甲这代志想袂开，拢讲互别人听，所以我才讲互牧师听。因为我细汉真爱去教会，是为着去分饼，过来家互拜拜，我一定拜。阮家己是食菜，伊食菜我无拜伊的面，我就一直拜拜有一天，阮先生迄个头路袂顺啦，我这讲较紧，有时袂顺，伊就怪我讲，我就怪伊讲无爱7月无爱甲我斗拜，遮伊就欺我一摆，我土地公我就甲我建议我田底去，遮田底去就对面一拜拜，我送落来找我，伊就讲既然你紧土地公休去啦，去甲回息咧，我就真正照迄个拜拜意思，因为我在21岁，过来即个土地公客去来了后，到一个教会边仔教会我毋捌，伊要拿细楼顶要工行做，伊要起厝，迄个真有信心的周长老，可能你也捌听红湾教会周长老，伊就要来洗即个厝时。伊就来讲，你这土地公黑黑咧烧香，哪无去？我讲昨昏翁也有撇掉，伊讲紧佫摕出去，一个叫我听下。咱先接受，咱你来了解，你讲安尼咱袂去接着接受咱，咱多谢吼，多谢老师，安尼足好诶咧教吼，咱希望讲有机会啦，老师来讲，最后的结论吼，有时讲伊老师安尼提出来吼，互咱教会吼一个真清楚的方向。那做一届吼，老师好啊，感谢。咱多谢吼，大家来参加少年团队2月20日吼，咱有迎新吼，咱希望讲大家会当做伙来参加报名参加吼，迄个庆礼节。较好的面对我会当直接看到你的文典，以及你领导伫我教会内底，由你帮助我的心，到我三个地点，我有随时，咱有当规日仔日来用。今仔日我的灵修到遮一段落，求你保守我的个人的脚步，拢受到基督上帝的教导带领。安尼